便将咱的重担，将咱的心门，过来拍开，互上帝话语用诗歌来成做咱的帮衬。注意讲，伊要用伊的手来抱咱，将咱揽伫伊的怀中。咱的主是看咱手的主，看咱手的主。伊要行过，带咱行过咱人生每一条路的主。无论阮拄着大大的困难，无论伫关山还是低谷，主拢要陪伴咱同行。伊无离开咱，这个时阵，咱就用感恩的心、信靠的心，伫主的面前。咱用歌声来敬拜伊，最后用这条诗歌，有主牵阮的手，将咱的心搁一遍交予上帝，互主继续来牵咱行头前的道路。主牵阮的手，一生路途伊保守。条主的引带甲看顾，永远袂差错。有主牵阮的手，无论风雨通做求，若有奇妙的力量永远无忧愁，有主牵阮的手，一生路途伊保守，彼条主的带甲看顾，永远袂。主牵阮的手，无论风雨通做求，也有奇妙的灵面点伊，咱永远无忧愁。路途伊保守，彼条主的引带甲看
咱的祈祷，第咱为着咱的国家、社会、咱的人民的生活、咱的经济产业来祈祷。咱为着咱台湾的正教会有一个合一同心的心志，求上帝的国度搁一边来兴起。咱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台湾正教会，咱做开声来祈祷。真做光甲盐，主啊，求你来互香的火，搁一遍点到伫阮来所台湾的正教会，互阮传扬主你的福音，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，来归向你。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台湾，那行伫天顶。所以咱也为着咱每一个人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家庭，咱将咱的家庭，不管你是亲子、夫妻，种种的关系。咱拢上帝来恳求，互咱伫关系当中，来有一个有主的听伫咱的中间。咱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的经济来源来献上祈祷，咱为着咱教会身体软弱的兄弟来献上祈祷，咱为着这三项事来献上咱的祈祷。今日你别忘感谢你，求你感谢你。互上帝你来受到祝福，伫阮困难当中有信心，伫阮欠缺的时阵，互阮有盼望。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职场、阮家庭，拢会当经历主你信实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希望上帝，阮为着阮教会身体软正的兄弟姊妹来仰望上帝你。主啊，求你亲自大能来亲自来医治因，使到快乐恢复因的健康。互因伫因的心心灵有一个刚强的心智，互因的身体会当拄着勇行。主啊，阮搁一遍将病痛中的兄弟姊妹，因的心灵要互受主你来得到安慰。主，阮知你的确甲因同在，无放杀因。主啊，愿你的听来充满伫阮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生命，互阮靠着你来刚强壮胆。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你。这时阵，咱为着咱教会的事奉同工，咱的召集同工来祈祷。咱为着教会兄弟姊妹会当有较无上帝的心，每一天有灵修，有祈祷来较无上帝。咱为着咱教会事工，咱教会兄弟姊妹做为开声来祈祷。
的性命，是听做第二章，是主你做好的见证。希望上帝由你来兴起教会，一个听主爱上帝为伊的爱侍奉的世代，互阮无有冷淡来退求，互阮会当每一天更较深来入捌上帝你，来亲近上帝你，来认识上帝你。最后，咱为着咱今仔日牧师的讲道来献上祈祷。咱为着牧师伊今仔日有对圣神来遐领受的开力，将上帝话语来分享予咱大家。咱也为着咱今日服侍者，咱也为着咱今日所有会友，会当有谦卑领受的教导来献上祈祷。咱为着牧师，又为着咱今日的讲道聚会来献上祈祷。咱采用诗歌来学咱的上帝，伊是宇宙的主宰，耶和华。主啊，你是世界主宰耶稣。主啊，阮上帝你，我们归乎你，因为你是荣耀的君王。
主宰耶稣，万民拢出伫你，上帝你归乎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宇宙的主宰耶稣。 我
咱做的吟圣诗38首，俄勒。